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0月1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小米。为什么聊小米呢？小米又上热搜了，因为一起交通事故安全事故。今天好几个媒体报道这个潇湘晨报、凤凰网卫视，还有什么百姓关注等等，说成都一车辆起火，多人救援打不开门。成都车辆起火，目击者称车主未能救出。10月13日凌晨，成都天府大道一段路上突发一起车祸，多则视频显示一辆小车在路中起火，车主疑似被困车内，有多名路人上前尝试营救，先后尝试拉开车门撞击车窗，有人找来锤子成功打开车主驾驶室的这个车窗后，发现车内火势太大，有其他车主拿来灭火器，在灭火途中车辆突然发出异响，窜出明显火势，路人连忙后退。一名现场目击者告诉记者，他是跟消防车一起到的，约在凌晨3点半。到的时候火已经控制住了，但是中间火势变大，最后也灭了，人没有救出来，最后是用电锯切开门。该目击者称，其从楼上住户和被追尾的网约车司机处得知，疑似该黑色小车车主超速比较快，追尾了一台网约车，然后方向打大了，从绿化带直接飞到对向车道。潇湘晨报记者随后从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7分局获悉，该事故由第6分局在处理。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6分局事故大队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详情需要与出警警官了解，电话中不便告知。成都消防向潇湘晨报记者表示，不便接受采访，关于此次车祸后续应该会发布通报，舆情中心也在同步处理这件事。这是潇湘晨报报道三湘都市报报道说这个10月13日凌晨，网传成都天府大道一车撞车后起火，多位路人试图砸开车门营救司机未能成功，后来消防员赶到将火扑灭。对此，客服回应网传小米苏7成都起火，小米客服称暂未获到详细信息。截至目前，小米汽车方面尚未就此事故做出回应。记者从成都市多部门获悉，事故发生地点为成都市天府大道高新区路段。成都消防向记者回应称，暂不便接受采访，关于此次车祸后续情况，预计会发布相关通报。此外，成都市122工作人员表示，事故正在处置过程中，涉事车辆为哪个品牌不方便透露。这个小米就这么上了热搜。这个事情我看了一下确实感到这个比较悲哀有这么几个点第一个又是超速，速度太快这是夜里3点多，估计路上车少，这司机一高兴，不知不觉速度就提上去了，撞到这个网约车，完了方向盘打猛了，直接窜到对向车道，你说这速度得多快，钻过绿化带。第二个是又是门把手打不开，对吧？关于这个新能源汽车一出事然后就门把手打不开，然后人就活在里面，太惨了。我看到那个视频好多这个小伙子，好多那个成都的路人冒着大火纷纷上去营救那确实比较感人那很危险，对吧？那个火窜得那么高，那个电池起火，你普通的灭火器是没有用的，你不等它烧干净是没有用的。大家有印象吧？好像是国庆节期间在福建什么地方那个停车场，对吧？一辆新能源汽车起火，然后四周7、8辆车全烧完了，火烧连营一个烧一个。救火，新能源汽车一旦起火就别想着救了，救人，但是对吧？等他们把这个玻璃砸破，那都救不了，火势更大。有人说了，那这个就是车门能打开也不行，但那是另外一码事，对吧？一旦车一撞一起火一断电什么的，车门就打不开，这是不能容忍的。第三个就是对吧？作为官方居然出了事不敢说汽车的品牌，我觉得这个是谁规定的？是车标烧掉了吗？看不出什么品牌吗？就谁规定的？就是你这官方回应居然不敢说车牌涉事车辆哪个品牌不方便透露，这有什么不方便的？这连官方都害怕，对吧？毕竟传言是吧？有些企业研发人员300，法律部7000人，但是这是
传言啊，也就是这种想说明什么呢？对吧？这些企业是靠法律来保护自己啊，不是靠那个科技，对吧？靠研发、靠技术，而是靠法律来打市场，封对方的嘴，封别人的嘴，谁说就告谁，管你是谁。所以说连官方都害怕呀。我想这要是特斯拉，它没什么好隐藏的吧？那不就是特斯拉吗？所以看到这儿确实让人悲哀啊，又一个年轻的生命啊买单了。这个小米前2年又出个事啊，你看这个小米汽车啊，这真是接二连三，不是咱们黑它啊。10月9号也是凌晨4点，福建省福州市平潭县发生一起车辆坠海事故，造成1人死亡。根据知情人聂先生介绍，驾驶员已经死亡，送去殡仪馆了。9日下午，平潭海事局工作人员向百姓关注证实，驾驶员已无生命体征。上午8时，事故车辆被调出海面，搜救工作已经结束，相关部门正在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小米苏7啊，最近频繁出事，这是巧合还是什么其他原因？我想大家恐怕自有判断啊。这个最近小米产品啊频繁出问题，不是手机啊就是汽车，网上也很多的吧？汽车动不动轮胎掉的，或者是故障启动不了了，甚至网传的吧，有个小米车主啊正在这个店内吃饭的时候，停在门口的那个小米汽车，居然自己开走了。当然了，后来啊说经双方调查呀，得出结论是那个车主啊无意中按到了那个手机还是车钥匙啊那个键，启动了这个小米汽车，然后自己咔啷咔啷在那跑。你说这叫什么事？你不管怎么解释，都说明这个车安全性有问题。不是我黑小米啊，其实小米做手机的时候，我对小米很少评价。这个我在以前节目也说了，因为毕竟做手机无所谓嘛，对吧？质量好质量坏那是个人体验，对吧？我们追求性价比，觉得它合适，它基本上不影响别人。小米的手机我还买过，我记得去年应该前年吧，春节的吧，我在做节目还说了，我买了大概是5台吧小米手机啊，那个型号我忘了，但是是最新款，好像4000多吧一部，我买了4、5部送亲戚啊，送我家里人，而且我还买了一部华为送我爸。我本人用苹果手机啊，因为我用其他手机用不习惯这操作系统啊，也就是我不是那么极端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手机这东西适合就好了。有人他适合用华为，因为他用习惯了，你给他换个别的手机，他找不着这些菜单，找不着按键，着急，对吧？最后他在手机界面乱点，你也不知道他下了什么软件，对吧？你也不知道他入了哪个坑，对吧？最后滋生很多事端了。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根据个人习惯，他用惯了小米，你就给他小米；他用惯了华为，你就给他华为，适合自己就好了。所以说啊，小米造手机的时候，我虽然评论很少，但是我一买4、5部啊，那也算是支持，对不对？但是小米造车以后啊，我对小米意见就怎么说呢？就批评更多。为什么呢？因为车涉及到安全呐，而且车涉及的是公共安全呐，就不光是驾驶的人安全，还涉及乘客的安全，还涉及到行人，对吧？路人的安全。这些玩意一旦出事，影响大呀，它跟手机不一样的，对吧？手机爆炸也顶多把脸炸坏了。所以自从小米造车以后啊，对吧？我关注更多的是汽车的安全。说到小米，对吧？咱们不能不说这小米的营销，对吧？它这个小米把互联网营销在这个汽车厂商里面啊，它算是发挥到极致了。这好多人对吧？大佬都说了，不要跟小米去拼营销啊，你拼不过它。关于这个雷军这个营销，大家看个视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团队打磨了2年的产品，对，就是这个现在你看到的这个是吧？这个凳子。3年前我就在想，为什么市面上的凳子要么丑得千篇一律，要么贵得不可思议？哇！难道一把好凳子就非要卖到899、1299吗？我不信这个邪！哎呦我的妈！为了这把看似简单的小凳子，我们组建了27人的专业团队，其中8位有15年以上家具设计经验。整整18个月研发周期，我们做出了137个样品，测试了16种木材，64种结构方案。最疯狂的时候，实验室里同时摆着320把不同的圆形凳，光是蹬腿角度就调整了48次，从直腿到斜腿，我们测试了3度到8度之间的每一个角度。为此，我们准备了2000多页的测试报告，光是承重测试就做了超过10万次，相当于让这把小凳子
连续承受了3000吨的重量。我们还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原定的3层油漆工艺变成纸糊，不是偷工减料，而是我们研发出了新一代业界首创的纸糊技术，单层纸面的防护性能提升了50.08%，成本却降低了88.32%。这个视频虽然是恶搞的啊，应该是合成的吧，但是确实也反映的吧，小米这个营销啊，现在被反噬。我还是那句话啊，你把这个用在手机上面没毛病，对吧？手机你怎么夸，你怎么说都不过分，因为影响的人少啊。你车可不能这样，对吧？那个雷军介绍小米汽车那个座椅啊，可以向后调130度吧，130几度啊？你不知道130几度意味着什么是吗？那雷军告诉你说，比劳斯莱斯啊还能多调1度，你说这叫什么事，对吧？你造车你不追求安全，你净追求这些花里胡哨的，对吧？你要吹你的车安全自动驾驶，那怎么那车能自己往海里窜呢？你既然这么安全，对吧？它车应该自动识别了啊，前面就是海，下面就是悬崖了，不能走了，对吧？它会自动锁定，或者是自动怎么样避险，那啥也看不见，结局是车到了海里。那你这个安全不是形同虚设，有啥好吹的呢？还有啊，那车上明明没有人，车停在饭店门口，然后那个人按了一下这个，就是无意中啊，或者有意吧，你按了一下那个汽车那个什么钥匙，那车居然自己就动了，你这叫什么安全呢？有人说那是车呀，自动停车，你自动停车，你停在饭店门口，它应该自动识别，对吧？那附近没有车位，没有什么停车地方，停在门口就是停车了，这叫人工智能呢？他要停车，他往哪儿走啊？自己开走了。你不管怎么解释，说明他这安全是不过关的，对吧？有很多车是吧？当然我说是油车啊，你只要离开你那个驾驶那位置上没人，那车就开始报警了，然后那车你要它就自动停车了，对不对？就是你在行驶过程中，你很多动作都做不了。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门把手，这个主管部门啊，据说已经出台了规定，门把手啊要强制规定啊，要提供机械门把手。据说啊，很多车企还在阻止这个有关部门要推这个门把手，机械门把手啊。为什么呢？因为成本高了，对吧？你又多加了这个机械这设备，这个就是完全漠视啊漠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还有一个啊，就是一般的事故啊，10个事故9个都是因为快，这个大家都听说过。恰恰电车啊追求的就是快，启动快，对吧？很多这个新能源汽车把它的启动快、100米加速快作为一个亮点宣传，对吧？所以说那个买了小米汽车的人跑到这个什么车友群里面，跟人家摩托车崩直线，崩了破防以后就拿刀杀人，大家还记得吧？对吧？这个不光是小米了，这个新能源汽车很多都是追求这个100公里加速的吧？但是小米在这一块啊，那更胜一筹。犹如雷军的这种营销，对吧？犹如小米汽车的这种特性，他们的目标用户就是一些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啊，他本身社会经验就差，对安全呢没有那么高的意识，他们追求的是新潮，追求的是刺激，追求的是速度，追求的是好看，他们对安全这个唯独不知道什么意思。所以你看那个大部分啊，我不能说所有的，就我们了解的这个小米汽车那个事故啊，很多都跟超速有关系。我记得陕西是吧，哪个什么地方一个小米车主也是超速，对吧？把人家车撞了，也是造成人命伤亡。完了之后，或者最后报道说，他们家很穷，那个车啊还是贷款买的。这个跟小米的文化有关系啊，小米的汽车文化，他对这个汽车这种宣传，他吸引的用户都是这些人。所以你看这个13号成都这个事故，那就是超速啊，追尾网约车。大家还记得这个3月份吧，发生在这个安徽铜陵高速上，3个女大学生，是不是说明小米汽车安全意义有问题，总是出事故？这个不得而知啊，因为没有一个品牌说，或者没有一个东西统计说哪个品牌车安全事故就是多，按比例啊，对吧？小米汽车啊，毕竟它卖的也多啊，好像这个多少万辆了，对不对？卖的多是不是就事故按比例也多一点？但是我也没看见特斯拉有这么多事故啊，因为特斯拉这一有事故，媒体肯定不会客气的啊，立马把它标题、把它名字、品牌，对吧，写的大大的标上，对吧？连最近比亚迪那个销量超过特斯拉，对吧？那都是要作为头条来报的，可算超过你了，对吧？所以说啊，你现在看小米汽车这些安全事故，你给人感觉确实它这个汽车的安全性啊要打个问号啊。当然了，你也可以说跟它
它的对吧使用的人、驾驶的人有关系，驾驶的人太年轻。所以小米汽车在营销的时候啊，一定要对吧，也它的文化要汽车文化要重新这个塑造一下，对吧？要给人感觉车是很时髦，但是开车要稳重，对吧？这个车的外观、车的设计已经耍酷了，但你开车就不要耍酷了。第二个呢，汽车怎么样做到真正的安全，对吧？自己能往海里开，也没有什么反应，对吧？你那个智驾、自动驾驶能力，那和油车有什么区别呢？或者吹了半天，原来是一样的。根据这个路透社的报道啊，说中国9月汽车销售加速增长，中国汽车销售在传统旺季啊金九期间加速增长，因经销商和消费者在更多地方政府暂停补贴前强响以旧换新激励政策。乘联会数据显示啊，9月国内汽车销量同比增长 6.6% 至227万辆，较8月 4.9% 的增速有所提升。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达 57.2%， 同比增长 15.5%， 远高于8月 7.5% 的增幅啊。地方政府补贴政策上半年提振了销量，但因资金短缺已显退坡迹象。江苏、广西等地上月宣布暂停补贴，温州、杭州等城市本月跟进。销量增长同时伴随经销商库存增加，9月末库存量达304万辆，环比增44万辆。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呼吁出台金融政策支持持续亏损的经销商。比亚迪国内市场份额从去年同期的 18% 降至 14%， 出现自2024年2月以来首次单月销量下滑。吉利、领跑、小鹏和小米上月均创造销售记录。特斯拉中国销量同比微降 0.9%， 连续第3个月下滑。9月汽车出口增速从8月的 20.2% 加快至 20.7%， 这是路透社报道的啊。实际上说明这个新能源汽车和燃油车啊，在9月份这个销量已经超过1比1了，差不多是6比4这种概念快了。但是这个有一定的这个受补贴影响，很多消费者还是选择了这个电车。所以这里面我们要说什么呢？就是随着这个地方政府这个叫以旧换新这个政策逐渐停止，那么10月份、11月份、12月份就是第4个季度这个汽车的销量也可能要下滑，对吧？这个跟房地产一样，就是你这个刺激政策把本来是第4季度买车的人刺激到第3季度去了，甚至把明年买车的都刺激过来了。所以你只要一停止刺激，就会出现这个衰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明年很多新能源汽车自身的补贴恐怕也要停止。你比如说这个新能源汽车它没有那个叫养路费，油车是有养路费的它的养路费在那个被塞到那个油里面去了，对吧？你加油的时候实际上你就交了养路费，那你说这个就不公平因为大家都在公路上跑，都在路上跑，那电车为什么就不用交养路费呢？难道它是空中飞行吗？所以这个不合理现象，对吧？这不可能长期存在。虽然新能源汽车在网上被热炒，很多年轻人追逐喜欢，可现实情况是许多人真要买车的时候依旧更青睐油车。虽然油车的使用成本高里面加了养路费对吧？这个油的这个价格也在涨等等不利因素，但是根据中汽协权威数据显示，今年8月燃油乘用车销量达到 90.2 万辆，逆势同比增长 13.5%， 而且已经实现连续3个月正增长，也就是依然还有大部分人选择这个燃油车。燃油车回暖开始逐渐成为业内共识。所以一旦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补贴取消，那这个恐怕新能源汽车还要滑坡燃油车恐怕还要反弹，这些都会给这个新能源汽车给这些造车新势力造成一定的压力，这个会加剧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内卷。好，我们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